大家好，我係 Vicky， 而家嚟到海悦豪苑嘅一座嘅高層 A 單位，實用面積係664尺嘅3房套加一個士多房，我哋一齊睇先。大門嘅右手邊係廚房，廚房有分3個，新淨而且企理。呢度係原有嘅儲物室，業主做咗工人嘅房間，有埋窗戶。而家身處客飯廳嘅位置，飯廳嘅位置足夠擺放4至6個人嘅餐台，空間闊落，完全冇壓迫感。客廳坐向東南，極之開揚嘅景觀。而家嚟睡房睇下，走廊連住3間睡房，靠近客廳嘅睡房方正實用。下次換咗套門，慳位而且空間闊落。2間小睡房嘅面積相若，業主做咗書房。呢度係主人房嘅浴室，同樣有埋窗戶。浴缸嘅設計新淨企理。主人房呈長方形嘅間隔，有足夠嘅空間做到3邊落床。曲斜形嘅大窗戶，望出去景觀極之開揚。望正將軍澳運動場，遠處日出康城嘅海景，色彩繽紛嘅景色，如同身處畫中嘅世界。